好，来继续来看今仔日520新总统就职，台北股市为早盘开始就一直震动，甚至伫这个赖总统致辞的时阵，大落到156点，尤其是观光股由红变乌。专家来分析，因为520的行情进前已经提早发价过了，真侪股民有赚到钱，暂时来落车。但是对后市也是有信心，尤其是半导体甲 AI 的产业也是有一定的热度。 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，放弃主权，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。总统赖清德伫520就职典礼致辞，讲到两岸议题态度真坚定，嘛讲台湾有这个能力变成经济日不落光，不过投资市场先惊到。 捌落超过100点，今仔日以21278点开出，盘中上悬冲到21338点，起超过79点，因过盘中产生变化，11点49分上加到21002点。 排156点，最后是优回以21271点收盘，前后是起0.06%。问一下台股今天蛮大的震荡，您怎么看？是因为就职演说吗？这个先。 票热旅游大月接近的观光股嘛受到影响，5号盘中为历史的新高点，嘛捌到落停的绩效，收盘的绩效落9.82，三富嘛捌落停，收盘的绩效落9.55。不过专家认为讲，520无放烟火行情，也有其他原因。要卡位的买盘，先前都已经先上车了，可能就是会获利了结下车。 受到注意的5大省内产业，包括半导体甲 AI 产业，拢受到政府高度的重视。这方面有资源优势，军工、通信甲安全的监控嘛，期待未来有政府资金甲政策加持，产业的量能会当提升。 现在产业里面有很大的一块，就是在 AI 的一个产业。现在台股它的轮动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情况。 回顾最近几届总统就职后的台股表现，马政府甲蔡政府拢收红盘。长期观察，过当延续差不多3个月。像蔡政府2020年520就职后3个月起伏达到13.34%。专家展望后市，半导体、AI 等等真情的题材，长线来看也真乐观。不过520的变化，确实互投资人会烦恼。建议若要布局，依然都要谨慎再谨慎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